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道聲出版社介紹本超正嘅心靈好書，禱告時光精選2，愛不釋手，作者劉恩宏，係禱告時光嘅主筆，寫咗3000幾日禱告文，冇停過，文字溫柔又有力量。呢本書收錄100篇精選禱告，由網友大受歡迎嘅金句到真實故事，教你喺亂世中捉住上帝嘅平安同盼望。例如，你仲可以禱告，唔係乜都做唔到，天父將你當寶，你唔好將自己當做草啊！句句擊中心底嘅軟弱。作者本身係前軍人，同埋係餐廳店長，靠禱告走出人生低谷，文字真摯到喊。書入面仲有蔣雅琪、黃國倫等名人推薦，話佢係可成為枕邊良伴，同埋每日最佳選擇。全書240頁，定價86元，細細本，方便攜帶，放喺床頭，放喺車度，隨時攞出嚟祈禱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壓力大，唔知點算，呢本書就係你嘅及時雨。快啲買翻本，送禮自用，等你同你嘅朋友都可以同天父牽手行過每一日。